你的囝儿查某囝，较无见你的面。主求你用你的面来光照阮，用你欢喜的面来看阮。主好，见着你圣殿的你的囝儿查某囝，伫阮的心灵顶悬，互主你光照，也互你主你的听，烧热温暖阮的心。主愿你的荣耀伫即个圣殿中，也伫即个网络顶悬。主今仔日的圣餐，咱要恳求主耶稣，你降临伫阮中间，因为甚至伫网络顶悬，嘛有袂当甲阮做伙伫教会内底做伙领圣餐的兄弟姊妹，伊嘛真乐意会当通过即个网络，甲阮做伙坐耶稣基督的道。主求你亲自将看会到、看袂到的画面的饼，甲葡萄汁，就是主你的宝血，来施落伫每一个较无你的人，互因毋是干那单单用肉体来领受，佮用因的灵魂。主求你圣别即间教会，互即间教会充满主你的荣耀。求你圣别阮的心，互阮心存敬畏，互主你的名伫即个所在得到高举。主，阮将今仔日个礼拜恭敬交伫你的手，求主你甲阮所有侍奉的同工，圣歌对吟学祈祷的诗歌，愿阮会来听你。主求你也通过事情来帮助今仔日个礼拜停事，要思会所选读的圣经，会入人的心，会当真侪人的智慧。求天父上帝，互阮今仔日所侍奉，包括敬拜赞美，对头到尾，主你甲阮同在，互今仔日个礼拜充满稳定。祈祷我所圣名，阿门。松林。亲爱兄弟姊妹，大家平安，真欢喜咱伫圣主日的清早，咱搁伫遮组织来敬拜上帝，嘛真欢喜有看到咱培养的兄弟姊妹伫咱的当中。咱过去一礼拜经历着主的疼痛、稳定、平安甲喜乐，检测咱嘛有侪的辛苦甲重担，也是操烦压力，总是咱今仔日咱今早。听阮的天父上帝，阮用感谢来到你的面前，因为主你的慈爱，逐早起拢是新的，你的信息到万代。主啊，阮将今仔日的敬拜、学乐拢交托你，求你清去阮的心，除去阮一切的重担甲挂虑，互阮的灵全部仰望你，全部服侍敬拜。亲爱的圣神，恳求你运行伫阮的会中。开阮的嘴，互阮用心灵诚实来敬拜、学到你。
愿今仔日，阮伫你的面前所唱的诗歌，所发出的祈祷、敬拜，拢得到主你的接纳，荣耀主你的名。愿献上祈祷感谢，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咱做伙来吟圣诗71首，我心学乐至高上帝，请咱同心开声，做伙来学乐咱至高的上帝。我心学乐至高上帝，万民拍拍伊脚的，小花因伊写面满满，咱着学乐来君我，学乐健康，学乐健康，学乐永远我君龙。我乐我尊天听堂，喜乐列在困苦人。我乐我主永远无变，祝福人类顺天。我乐我主，我乐我主，永恒无变大母。主庇你面前来祈祷，在咱残了快受悲，因你温柔伸手抱咱，求咱脱出情苦难。阿拉称赞，阿拉称赞，阿拉主听到永远。当那黑天花草无情，大风吹来就扫清。虽然你对耶稣变迁，上帝永远袂改变。阿拉我主，阿拉我主，阿拉我主大真主。你在世人当心敬拜，要记伊面当好赛，只为信心打败强敌，你是阿拉眼无天，阿拉称赞，阿拉称赞，阿拉主名到永远。主的听堂遐尼大，堪得咱来敬拜。接煞，咱做伙来吟452首。上帝听堂太话遐大。上帝听堂太话遐大，我喜是落雨我，因我偏偏想看的人，互我甲伊分换，因为我知所信的救主，若深深我靠，为你保守，为保守所交托伊的，为保守你到伊前。耶稣恩典太伟也深，触我伫我心内，因为新鲜的路引，心内平安自在。因为我知所信的救主，若深深我靠，为你保守，为保守所交托伊的，为保守你到伊日，信心感动太伟也大，
心生活苦，为你保守，为保守所交托伊的，为保守直到为止。白鸟心情三归，一生之愿之大。尊贵人甘愿我无体，无路伊命无线，因为我知所信的救主，那深深我苦，为你保守，为保守所交托伊的，为保守。亲爱兄弟，伫世间人拢咧追求最名声、关系，总是这拢是暂时的，真紧就会过去。咱伫即礼拜有看到一个新闻，船过来船过去，拢看到一个人，美国人，伊爬去101的大楼。大家拢足欢喜，大家拢甲拍扑啊！新闻一直报，总是过了一段时间尔，你有发觉，迄个新闻的热度渐渐就降温啊！啊，咱即时伫遮敬拜上帝，咱今仔日所吟的诗歌，拢甲上帝听有关系。咱只有活伫上帝的听，行伫上帝的旨意内面，甲上帝建立亲密的关系。因为上帝的听通赢过一切。现今所存的有信、有仰望、有真爱。其中第一大上重要的就是上帝的仁爱，上帝的听，上帝的听赢过一切，听永远袂无去。这才是咱追求的。咱做伙来吟，上帝听通赢过一切。上帝听通赢过一切，天天欢喜降落地，有你念愿秘密心内，献出你的歌真爱。
见若求告耶和华的，耶和华甲因亲近，就是亲近遐个，诚实求告伊个，敬畏伊个，伊要正因的心所爱，也要听因的求叫来拯救。是个咱来吟圣诗57首，愿大家学乐上帝，请起立吟全首。这是咱愿起来用使徒圣经做咱的信仰宝贝。我信上帝，全能的爸，创造天地主宰。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子，咱的主，伊对圣神投胎，对在世女玛利亚出世，伫平洲彼得罗林内受苦，顶十字架死，埋葬落阴府。第三日对世人中复活，上天，当坐伫全能爸上帝大名，伊要对搁来审判活人甲死人。我信圣神，我信神，共同的教会，信徒的相通，罪赦免，肉体搁活，永远的活命。阿门。请坐。是咱三角启应，启应文24篇，启应文24篇，诗篇119篇。所行完全遵趁耶和华的律法的人，即号人福气；遵守伊干净的话，专心找伊个，即号人福气。少年人着用什么来称其伊的所行？是着照你的话来说物件。我专心找你，求你毋通互我迷路，离开你的诫命。我将你的言语放伫我的心内，免得我得罪你。求你开我的目睭，互我看出你律法中的奇妙。我的心神因为忧苦来消扬。求你照你的话，互我勇行。求你互我离开奸诈的路。将你的律法赐我。求
伫你予我的目睭越早无看虚假，搁互我伫你的路中来往。你的话将我救我，我伫患难中对才会得到安慰，我有受苦是做我的利益。因为互我学习你的律例，我若毋是欢喜你的律法，我就伫黑暗就茫然。我爱惜你的律法，甲怎样？我同志静静受，你的话做我骹前的灯，做我路上的光，你的话一开拆就发出光。互望人通达。你的公义是永远的公义。你的律法是真实。阿免。是咱过来吟圣诗305首。即时我活是为基督，请咱坐咧吟全首。这是咱同心来祈祷，主伫你圣殿内，伫你施恩宝座前敬拜，恳求你赐我真诶智慧，以及甲天国诶价值观，赏赐我圣灵扶持我诶辨明，脱离错误诶价值观，指教我伫今生今世中脱离虚假甲引诱，会当做你诶囝儿。安尼，阮祈祷拢是靠主耶稣诶名来求，阿免。上帝有爱，就是有你生是学乐者胜外队。
是来遵守上帝的话，记在旧约圣经的约伯记第28章13节以及15节。约伯记28章13节，伊的价钱无人知，伫活人的地也无地通找。袂用黄金来得到伊，也袂请银做伊的价钱。来看马太福音，新约圣经马太福音第6章第19节到21节。马太福音第6章第19节，无得为着家己积资财宝地里，有虫甲收歹歹，也有贼挖空偷摕伊的所在，独独为着家己积资财宝伫天里，虫甲歹无拍歹，也无贼挖空偷摕的所在，因为恁的财宝伫遐，恁的心也要伫遐。即时讲到钱买袂到的价值，咱请庄牧师。亲爱兄弟姊妹，大家平安。今仔这个礼拜，我要用一个伫咱教会中间陪我足久的一个故事甲感动，甲咱做伙来甲上帝讨真正的智慧。咱的主耶稣讲，恁伫世间，就爱先求上帝的国，甲上帝的义。咱敢有因为这个信仰，咱敢有因为信耶稣，所以咱感觉咱哪来哪有智慧？愿天父上帝，咱伫一生中间有智慧，因为智慧的人会晓选择一生中间上重要的事。求天父上帝伫今仔日个礼拜，互咱找到，伊伫咱一生中间所想事极其宝贝，对咱的一生不但一生，到行行顺顺，拢要是祝福，也有影响。咱同心来祈祷，恳求天父上帝帮助阮伫今仔日个礼拜。互阮会当通过圣神的帮助，阮的目睭得到拍开，阮的耳孔嘛听见。主啊，毋是干那看，毋是干那听，主阮阁会当彻底上明白，知影什么是对阮一生中间是宝贝。求天父上帝帮助阮伫一生中间，阮所追求的成功，毋是用钱来比拼；阮所追求的成功，毋是用社会地位的关系来比拼。主，阮所追求的价值甲成功，是用上帝国甲上帝义做阮一生最大的尊敬。求天父上帝帮助阮伫今仔日个礼拜，你的话正做阮脚前的顶路上的光，不但是安尼，也互阮的囡仔来得到祝福。阮伫你的面前拍开阮的心，向你来领受。主，你将天国的财宝，就是天灵来的恩赐，放伫阮的内心。阮伫你的面前，安尼恳求祈祷，我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这个故事是感动伫2007年，咱台湾有一个科学家叫做何大一，伊倒来到台湾的目的，是为着要将伊一生中间最大的恩赐来贡献予伊家己的故乡台湾。伊的研究会通真侪世界真趁钱的药啊，但是伊仰望伊的知识甲伊的能力。这粒药啊，要留予台湾来做，何大意。所以，当伊用遮尔优秀的身份倒来到台湾，伊对心中人问伊讲：“你为什么要倒来台湾？”伊讲：“伫我一生中间所追求的，是一个毋是用价钱来比拼的。我的能力、我的文字、我的智慧，毋是要用伫干那趁钱。”所以，《天下》杂志甲伊报道的时阵，迄个时阵我大概中年。我真互迄句话吸引，伊讲寻找一个不以钱衡量的成功。兄弟姊妹，邀请恁为着恁的囡仔将来做一个祈祷。你教囡仔，你栽培囡仔，你期待因。兄弟姊妹，毋是干那用趁钱做你的囡仔一生将来的成功。兄弟姊妹，嘛毋是读好学校、名校，啊，你就扬眉吐气。毋是，人伫一生中间有上帝所定着，咱的一生的价值，毋是价钱。你的一生有几两重，古早人安尼讲。但是更较重要就是，我的生命，我的灵魂，
是非卖品，袂当用钱来衡量。愿天父上帝帮咱伫今仔日的礼拜，咱来听这个圣经安怎讲。耶稣讲：恁着爱积聚财宝伫天里，成就我的国甲我的义。咱人伫这个世间积聚的财宝，拢伫地里。咱的产业，咱的价金，咱的厝体，咱开一顿，你什么拢早袂走，对不对？你讲牧师，我虽然早袂走，但是我的老花行儿孙啊。兄弟姊妹，留残垣厝体甲财产，对你的囡仔，敢有比灵魂更加重要？愿天父上帝帮咱伫今仔日的礼拜，咱明白真正的价值，甲真正的上帝所要赏赐咱积聚伫天里即种的财宝。这张相片是上帝对一个囡仔所讲的话。你会想讲牧师，你咧讲道拢上过理想化。阮是平凡人，阮是做事人，阮是做工人，我们谈不上价值，我们谈不上伟大。兄弟姊妹唔通看轻家己。咱虽然真平凡，但是咱的上帝无平凡。愿咱伫今仔日的礼拜，咱像一个囡仔，伊对细汉都不知耶稣。兄弟姊妹，你若将上帝国的宗旨，你若将上帝国的宗旨放伫你的囡仔心内，虽然你我咱拢平凡，但是咱的囡仔将来有可能会伟大。你听有无？兄弟姊妹，你若将一个这种价值的想法，将一个这种价值的智慧放伫你囡仔心内，上帝要将迄个天国的宗旨放伫伊的活命中间。虽然草地囡仔，但是有可能将来伊是如鹰展翅，回到天的地极、地的地极跟极端的所在。上帝的宗旨是极其有价值和伟大。兄弟姊妹，愿咱会记得，上帝互咱得到这个信仰，是爱咱将真理的宗旨放伫子孙的心内。我感谢上帝，互我有两方的阿祖拢信耶稣。我感谢上帝，互我伫基督教的家庭内底，通过这个信仰，再好歹，也对细汉的时阵就开始甲上帝参详讲，我的一生到底会怎样？也这你捌想过嘛？咱虽然检测离迄个伟大足远，咱检测嘛无遐尼有这个背景有这雄厚的财力，但是兄弟姊妹，上帝爱咱来得到伊的祝福。兄弟姊妹，咱虽然是平凡的草地教会，但是基表有真侪人对真远的所在，甲咱咧做伙做礼拜。昨我接到一通电话，伊甲我问讲，牧师，明仔载教会是毋是有圣餐礼拜？我讲是。伊甲我讲安尼我紧来去超商买一个吐司，甲买一罐葡萄汁。伊想要伫因兜，虽然伊袂当来到德堂，因为德堂离伊的厝足远。伊讲牧师，伫直播的中间，我要甲教会做伙收圣餐。咱嘛有一个常常来奉邀上，伊对三甲，伊愈来愈频繁。伊第一摆来到教会，我还记得伊自我介绍甲我讲，我是主堂教会云端的会友。兄弟姊妹，除了对美国倒来咱的兄弟姊妹以外，无比伊更较远。伊甘愿坐车，后来到园林、到田中，搁搬车坐公车，真早就来到教会，要甲咱做伙收圣餐。兄弟姊妹，原咱是平凡的教会。但是咱为上帝做无平凡的代志，因为耶稣讲我所做的代志，你嘛要做，而且做更较大的事。我对少年到今摆拢读无，我讲我是好，我是什么人？好德好灵，我会当做比耶稣更较大的事。最近我才了解讲，耶稣甲我讲，用大爱做小事。也再听清楚，耶稣咧讲。恁要做更较大的事，毋是惊死人的大代志，是真小看。因为圣经讲，恁伫小事尽忠，将来恁嘛要伫大事顶悬尽忠。
用大爱做小事。因为耶稣有解说，我所做的，你嘛要做。耶稣来到这个世间，是用十字架的疼，做上帝爱伊做的代志。也这安尼，咱有明白吗？咱就今仔日个礼拜，虽然是一个真严肃的主题，好亲像离咱真远，咱嘛无亲像何大一遐尼伟大，咱嘛无亲像李远哲遐尼伟大，咱嘛无亲像王启慧遐尼伟大。在台湾，你敢知影上帝偌疼台湾？有恁遮尔多有成就的人，因甘愿离开因伫美国，因家己所设立的。伫戏骨也好，所设立的新创的公司，因甘愿将因的成就，将来进入影响咱的一粒药啊！伊早都爱台湾做，早都爱台湾，互台湾钱，即个互台湾伫国际上毋是趁钱，互即个利益会当互台湾即个社会分享，甲得到帮助。可惜，台湾人平庸，台湾人愚公。何大伊的心愿并无完成，因为伊甲王启慧，拢因为余昌事件，互人糟蹋甲满面全头花。伊好的心意，并无照安尼成就。但是我知影，台湾有真侪幕后的无名英雄，李远哲嘛是安尼，何大伊嘛是安尼，王启慧嘛是安尼，陈建仁嘛是安尼。兄弟姊妹，台湾毋是敢若有一个张忠谋啊，加在有真侪。当因成功的时阵，因咧选择，伊伫将来一生结束的时阵，人评断他们的价值的时阵，毋是用趁偌济钱来评价因活的价值。兄弟姊妹，咱甲遮的中研院的院长完全无法度相比。但是兄弟姊妹，用大爱做小事。愿天父上帝帮助咱是一个平凡的教会，毋通看轻家己。检测对你的家族要出状元嘛无一定。兄弟姊妹，你讲牧师今仔日无流行状元这种代志啊？牧师嘛无鼓励咱的囡仔将来一定要读台大，一定要做教授。人的一生毋是用安尼来相比。人特别是基督徒，是咱比较的中间是咧比讲，啥物人搁较亲像耶稣？或者你听清楚，基督徒伫教会内底出入，彼此比较的，毋是讲你啥物人趁较侪钱，啥物人社会较悬，是咧比讲啥物人较亲像耶稣。兄弟姊妹，你若亲像耶稣，你自然而然，你就做这种价值的代志。用耶稣的心做心，你就明白你伫一生中间要选择什么。兄弟姊妹，伟大离咱真遥远，但是兄弟姊妹，伫今仔礼拜牧师要鼓励咱，你可以的。只要你照信仰做，只要你照信仰做。耶稣讲：小事真重，你伫大事顶悬也真重。你若伫小事真重，圣经讲迄个故事，伊讲。国王要将10座城墙，我要将10座城交伫你的手中。咱也要准备好势，咱若无够个信心，咱若无够个诚实，上帝不可能将这个荣华富贵交予你，因为你真有可能摕到荣华富贵了后，你就马上堕落。今仔日牧师无要推任何一个政党讲话。但是，什么人伊会当判病的时阵，互总统原谅？一年的中间，逐个月拢将36万的薪水，搁献互国家。这个人捌为着台湾的自由甲民主，互人判死刑，伊的名叫做陈菊。有一个人，伊总统摕落来，伊注重健身，伊甘愿领有教育就好。迄个人的名叫做小英。兄弟姊妹，政党真歹看，有时政党嘛真恶毒。但兄弟姊妹，你我咱应该有智慧，因为咱选出的人
伊咧管一个国家。兄弟姊妹，我们是生命的推手。咱若将上帝国的政治放伫你的囡仔心内，检查有一日，你的囡仔无的确会当做行政院长。检查有一日，你的囡仔无一定会当做某一个部的真平凡的基础的公务人员。兄弟姊妹，平凡的基层的公务人员，无比迄个部长、行政院长较无路用。因为所有的行政的工作，拢是基层的工人来做。兄弟姊妹，咱伫今仔日个礼拜，牧师要一方面祝福咱大家，一方面嘛祝福咱，唔通看轻家己，总要在言语、行为、爱心、信心上、清洁上，做众人的榜样。这是保罗甲提摩太所讲的话。所以兄弟姊妹，你我咱到这个教会，咱选择这个信仰。咱毋是干那要甲上帝讨荣华富贵，咱毋是干那要甲上帝讨荣华富贵，咱要甲上帝讨讲，互我一生有路用，互我一生为你所用。兄弟姊妹，愿上帝对你讲话，对你开始，到你后代子孙。愿天父上帝伫今仔日个礼拜，互咱一个工作，以后用祈祷为着你的囝儿孙祈祷。做开我的囡仔的目睭，我一生毋是干咧用趁钱来决定伊的前途。互我的囡仔无夸口伊所读的学校是名校，互我的囡仔伫卑微的人的面前有谦卑，伫真侪荣华富贵引诱的内底，伊的灵魂是火麦片。我阁讲一摆。兄弟姊妹，咱的灵魂、咱的品格是没有价码的，是不能妥协的，是不能被出卖的。安尼才是基督徒。呀，这你讲阿们吗？你若讲阿们的时候，上帝大大施开力互你，互你做得胜的基督徒。你若讲阿们的时候，上帝开你的目睭，互你知，伫地上无一个国度。比上帝荣耀的天国更加伟大。人生生命，凭什么做比耶稣更加大的事？圣经甲我讲，耶稣所做的代志，就一项定十字架。兄弟姊妹，你愿意将你的老我、你错误的价值观念，交予耶稣，予耶稣来处理。主帮助咱伫今仔日个礼拜，咱人捌真正的富足，丰盛的活命，富足的人生，满足的喜乐，毋是因为你有偌济，是因为你心内无迄个乞食性，是因为咱的心内无迄个欠缺。我减济，我减济，我减济。一个会当过简朴生活的人，伊就有法度得到满足的喜乐。主帮咱伫今仔日个礼拜，咱真正真捌。钱买袂到的物件，你讲世间到为了钱买袂到的物件，呀，这你若真足甲想，钱买袂到健康，你有同意无？当你破病啊，特别是足严重的时阵，你用较侪钱想要叫做咱台湾上出名的医生来甲你做，有当时你有钱，你都无才调面对你的困境。钱敢无一定会幸福吗？兄弟姊妹，有真侪物件钱买袂到，人的健康、人的幸福、人的智慧、人正直的心、清气的心、良善的灵魂。最近咱的查经进度拄拄来讲雅各书，雅各书作底只有5章，但是雅各书伊的重要无比保罗的批信更较无路用，因为所有的基督徒拢感觉保罗的讲得较有理，人只要信啊，就得义啊。世间哪有那么便宜的事情？因信称义就是讲，啊，我若信耶稣，认耶稣做救主，啊，我就摕到一张叫做天堂的入场券。洗了了就一信，一切拢好了了啊吗？雅各无否定保罗所讲因信称义，但是雅各讲一项：信心若无行为，
是死的。雅各所讲的，伊无否定信心的重要。雅各所讲的，人若甲世界，人若甲世俗做朋友，叫做世俗化。伊就是明明甲上帝作对。你讲无书写伫啥物所在？雅各书4章4节。人若以世俗为友，就是与神为敌。兄弟姊妹，愿咱信上帝，清楚、彻底、花头虚面，愿意，也愿这个荣耀尊贵的真理，帮助恁的家族伫庄头、伫逐所在，人拢讲因基督徒甲人无共款。愿天父上帝将这个用钱买袂到，就是天国的画面。永生，享受互咱遐日姊妹。那安尼，钱所买袂到，耶稣所讲的这个宝贝到底是什么？伊讲你都爱伫今生积聚你的产业，伫未来天顶的所在。人讲钱不带来，生不带来，死不带去，对吧？生不带来，死不带去，毋是干那钱尔，有真侪物件。毋是咱出世带来，嘛毋是咱会通带去天堂的所在。就一项，就是人一生所结的果子，人一生所结的果子，迄个果子将来要伫天堂，伫上帝的圣殿内底，摆伫迄个咱叫做感恩节的圣餐桌的顶端。兄弟姊妹，愿你为上帝将水的画面。随互你的囡仔看，愿你为着上帝，将迄个有价值的想法，带你的囡仔参详，甲你的囡仔讲，恁爸虽然学历比你较低，但是恁爸知上帝的话袂使凊彩啦。牧师无讲歹话啊，上帝祝福你做恁爸恁母，是伫你的家族中间是囝儿孙拢尊敬。愿天父上帝甲咱三家伫地天来亲。约伯伊讲，智慧是无法度用钱买，世间人嘛平庸无知，袂通进办。伫活人的地也无地通找。伊咧讲的智慧，就是真理，就是信仰甲活命。兄弟姊妹，你出入教会遮尔久，你自认你是愚公的人，还是智慧的人？毋是人判断，你知，上帝知。智慧的人将厝起造伫坚固的石板顶，你会记无？智慧的人知荣华富贵是亲像日出的时的草，日头一晒，伊就孤单。愿天父上帝帮助咱伫今仔日的礼拜，约伯搁再讲，智慧是袂通用黄金来买，嘛袂通用平云。平云的意思就是讲，放伫迄个天平上，一边放你的物件，一方面用迄个银两，伫遐直咧放，直咧放，直咧放，直咧放。你才会当称出来讲，哦，这是几斤几两？古早人有无称喙？称头，古早人咧买物件，咧用称。兄弟姊妹，约伯伊所讲的意思就是，价钱不等于价值。咱的生命的价值，嘛毋是这个世间人用钱来论断。兄弟姊妹，信仰是安尼，婚姻嘛是安尼，人生的投资嘛是安尼。愿天父上帝帮助咱伫今仔日的礼拜，咱望咱的心，咱甲上帝祷告，主开我的心门，互我明白，伫我一生中间有一项伟大的代志咧，听候我去做。主求你望我的心，互我明白伫我一生中间，我愿意用我的活命去换来，真正迄个价值。求天父上帝帮助咱伫今仔日的礼拜。上帝开始回答愿意安尼祈祷的人，上帝开始回答应答，真正伫心内
伫上帝面前发心安尼祈祷讲：主求你互我明白伫我一生中间，天下一生当行何事为美？人伫一生着做什么是好？传道书第3章16节，所罗门王伊问家己的话：我伫一生中间，我应该做什么？这是真正有价值的事。兄弟姊妹，牧师要邀请恁，为着恁家己将来祈祷。牧师不是一个给人标准答案的牧师，当然牧师真愿意甲恁讲圣经的标准答案是啥。但是我知影，我所讲的标准答案嘛，无一定是真正上帝所讲的标准答案。所以我拄则一开始就甲恁讲，耶稣所讲为我做大事。牧师甲恁讲，我将近68年，到最近才了解讲，耶稣咧讲的做大事是啥物？原来就是做小事。兄弟姊妹，愿天父上帝应答咱的祈祷。耶稣讲：独独积住你的财宝伫天顶。你会当问你家己讲，上帝这句话到底什么意思？既然你为耶稣所做的，将来拢记伫什么所在？记伫天堂上帝手中迄本叫做活命册。恁会记伫圣经内底有讲到生命册吗？记伫什么所在？启示录。世间的路尾，当人到天堂，人伫上帝面前天使变开，正好先单性灰一个一个入到内底，然后上帝拍开活命册。上帝讲：好，佮真正的查某囝，虽然你伫世间过真爽享的生活，但是你超起工，你有怜悯人的心，我欢喜。兄弟姊妹，接住财宝伫天地的意思，就是用疼款待别人。上帝知你的轻重。求天父上帝帮助咱伫做礼拜，每一摆做礼拜，拢有收获。每一摆坐伫上帝施恩宝座前，你的心拢火热，圣神感动你，互你一日一日、一年一年进步成长。人类最大的遗憾就是无知跟平庸。当一个人愿意将伊上界大的生命的结晶，那伫美国的人讲生化科技厂有当时一粒药啊，你捌听过迄个迄种的叫做标靶的致癌的药品有无？早期健保有当时标靶遐药啊，一粒都几啊万呢。当健保无支付的时阵，你为着活命，你要食无？一礼拜才一粒呢，有诶甚至一日一粒。伊将伊心肝内底，伊讲我即个土地栽培我伫即个所在大汉，我伫世界有成就，我要将我诶研究贡献互我诶 motherland， 就是我诶故乡。但是有真侪人为着政治利益，兄弟姊妹真可惜。社会进步会有两种人，一种欢喜看去进步。一种为着家己的利益主动进步，咱免讲标准答案，但是咱问咱家己：我要做这个社会进步的推手，还是做这个社会进步的障碍？主帮助咱，兄弟姊妹，巧啊，爱醒起来。今仔日立法院立一个法。就是所有助理的薪水，拢是立法委员的补助款。恁感觉安尼有妥当吗？兄弟姊妹，咱有责任，因为这票咱拢投着，无论你是对一个政党，这票你拢投着。求天父上帝帮助咱。今仔日毋是咧讲信仰那点。今仔日咧讲起，即阵有信仰的人，因行出去礼拜堂外口了后，因伫即个社会，因安怎生活？恁有同意无？你我咱拢有责任，咱毋免互相批评。
但是咱要安静想讲，我虽然毋是一个真伟大的人，但我是伫这个国家，我有我基本应该负的责任。求天父上帝帮助咱，可惜世间人听无。嘛有真侪基督徒做一世人的礼拜，耶稣话嘛无一定拄了解。求主帮助咱伫今仔日个礼拜，咱会当亲像何大义共款。我无再讲顶解讲一解的故事，我只有用伊一句话：你咧为着你的一生祈祷，你会安怎祈祷？你敢管你有何大义这句话讲，找到一个不以钱衡量的成功。我一生的成功，毋是用趁钱来决定，我要选择什么种的职业做我的职业。兄弟姊妹，我敢换手伫我这个所在，甲恁分享讲，伫我少年的时候，我选择职业，真正毋是用我将来的薪水，选择我要行的路。我毋是真高的人，但是兄弟姊妹，每一个基督徒拢会当安尼选择。求天父上帝帮助咱伫今仔日个礼拜，咱思考，伫你的生命中间有甚物比钱更加重要？你毋免甲牧师回答，你为了你的家己，甲伊写起来。主，我知影伫今仔日，你咧甲我讲，毋通亲像甘露，无用次次拢咧趁钱。求天父上帝帮助咱。伫咱的一生中，敢有一项，就是荣耀上帝，做一个正直、清气、良善的基督徒。这样代志比趁钱更重要。耶稣讲，独独听天顶的上帝，也听厝边亲像家己。求天父上帝帮助咱。何大伊这句话毋是圣经的话，但是伊甲上帝国的价值观念真一致。伊甲圣经内底咧讲上帝国的价值观念真一致。求天父上帝帮助咱伫今仔日个礼拜，咱有这种的气质，有这种的气势，咱敢讲我一生所做，毋是干那为着我家己的利益来做决定。求天父上帝帮助咱。但是台湾人早期若即支股票前期卖当啊动来动西，搞不好迄支股票比台积电更较早伫台湾，请较抓袂掉。求天父上帝帮助咱，互咱对平庸的恶，对即个社会似是而非的主张，咱甲伊讲不要这样子，有话好好讲，爱用对的方法来做对的代志。爱用对的方法来做对的代志，求天父上帝帮助咱。何大义王启慧做中研院的院长，大家甲骂甲无一个对，伊感觉即个人是倒来贪图迄个高官甲高薪水。兄弟姊妹，是咱毋捌看过好嘢人啦。你敢知伫美国那大间公司 CEO 一个人的年薪水是偌济？你敢想象会到？全世界排行榜前10名，遐公司的 CEO 一年的薪水偌济？毋是100万起跳呢，嘛毋是1000万起跳呢，嘛毋是1亿起跳。1亿都敢若国家迄个职棒的选手的年薪都上亿起跳。王启慧食嘛，我毋知伊有偌济食嘛。但是甘愿倒来台湾接这个工作，到最后判无罪，但是已经满面全投会。愿天父上帝帮助咱中华的台湾人，用良善、用正直，听这个土地。若不爱做台湾人，不要紧，足简单。其实，咱咧讲大门无关门啊。你若要去，你就自由，家己自轻便嘛。兄弟姊妹，咱拢听台湾对无？用耶稣基督听来听台湾。
求天父上帝帮助咱。人类最大的遗憾就是平庸跟无知。平庸就是对应该做的代志无主张，无知就是唔知啥物叫做对甲唔对。求天父上帝帮助咱。今日牧师要甲咱分享两个祈祷。第一，甲上帝讨，互我一生会当做一个有价值的事。主帮助我一生会当做有价值的事。你的囡仔出世，你的孙仔出世，你若有机会甲抱的时阵，牧师甲你建议，你甲伊惜。主，我将我的孙交互你，求你互伊有一种的荣幸，互伊一种的荣幸，伫一生中间会当做一个有价值的事。兄弟姊妹，你为你的孙仔祈祷，你的孙仔真正会当互上帝甲伊祝福。不但安尼，你的孙仔将来嘛有可能会当祝福这个土地、你的家庭、甲这个国家。求天父上帝帮助咱。兄弟姊妹，我搁一摆甲咱提醒，咱毋通感觉牧师咧讲的话上过理想性，牧师所讲的话伟大离我的家族很遥远。青只都无够，搁拍官，对吗？兄弟姊妹，毋是安尼。上帝互咱来到这个世间，一定有伊要互咱做的代志。求天父上帝帮助咱，听咱的祈祷，回应咱，赏赐咱智慧，互咱伫这个代志中间，我莫搁讲这个人脱离平凡。用信仰做平凡的事，就是无平凡的代志。一个人来到一生，无看悬，无看低，一条路专心行到头，一项代志用一生做好势。伫日本伊叫做职人，兄弟姊妹，用这种的态度做一项平凡的事，就是无平凡的人。愿天父上帝帮助咱，伫咱的一生中间，上帝祝福你。找到一条一生不用换跑道，向着标杆直跑，直到一生的路尾。主祝福咱，祝福你的囡仔，嘛祝福咱这个平凡的教会。咱伫咱的教会，咱通过祈祷，咱将这间教会交给上帝。伫咱教会所有的绿地，咱拢压了火的种子。所以真侪人来到这间教会，拢讲一行一物都讲出来，讲袂出来，感觉讲，伫这个真自然有花花草草的教会内底，感觉心旷神怡。兄弟姊妹，伫你的心内，若有一个沃土，伫你的内心，若有一个清气的土地，你若愿意，互上帝国的种子也伫你的内底，你的生命会开出真水的花，互你的亲人朋友看讲，因基督徒甲人无共款。这就是上帝国的种子的效果。主为你的囡仔做一个有使命的工作。你要看见将来你的孙的孙，因的成就，因的正直，因的品格，因互人得到祝福。求天父上帝帮助咱。既然咱所做一切，上帝看做好的，就是亲像牧师拄则甲咱解说启示了讲，上帝将你的名就写伫伊的生命册顶悬。求天父上帝帮助咱。第二，牧师要邀请咱的祈祷，就是甲主祷，主开我的目睭，蒙我的心。互我有明白的智慧，智慧就是一种能力，伊会当做正确的选择，伊会当做正确的判断，伊会当明白应该用什么种的态度来面对当下。智慧的人用对的方法做对的事。求天父上帝赏赐咱兄弟姊妹。咱虽然是平凡的草地教会。但是咱的教会只要有圣经，咱所讲的话就有道理。咱若实实在在尊敬这本圣经，照这件圣经的价值观念来生活，这本圣经自然就有道理。咱的厝边要看见讲，
因基督徒伫任何个事顶悬，甲人无共款。愿天父上帝帮助咱，因为圣经讲箴言2章第7节，伊讲上帝将真的智慧赏赐予正直的人。这句话，甲咱常常咧听讲，要啉清气的水，就爱安那？摕清气的杯仔内底。上帝将真的智慧，圣经中间特别用加一个真的智慧，智慧伫圣经中间出足济，反复对圣经头先讲，我一直咧讲智慧的重要。但是箴言第2章第7节讲，上帝将真的智慧赏赐予正直的人。有的道理咱无够一个会听无，对无？人有当时需要经历的解说。但是无经验的人，伊要怎样才做有智慧的人？圣神若伫人的内心，人就会突发炼钢，人就有第六感，人就有一个感动。因为圣神将迄个智慧放伫你的内心的时候，虽然你毋捌做过迄项代志，但是你伫智慧的光照的下面，你感觉有一个直觉，往右边走就对了啦。古早人讲这叫做直觉啦，其实毋是直觉，是上帝圣神伫人的生命中间伊的做工。求天父上帝帮助咱做双手甲主祷。主，我要将你的话放入我的心，我要将你的话放入我的思想，我要甲你讨论，我无要甲你冤家。主，你所讲的话，你讲准算，你讲的话无人打折。你的囝儿毋敢自作主张。主，我将你的话放入我的思想，主，我将你的话放入我的内心。兄弟姊妹，愿上帝听你这两个祈祷。当你发出这个祈祷的时，圣神要出现，开天，用伊的光照伫你内心。你就亲像伫咧黑暗的崩坑的内底。忽然有人对天灵甲你拍开天窗，光照，你就发现到上帝所稳重真理的宝贝。愿天父上帝甲咱上个地地。最后，牧师要邀请恁做3个祈祷，恁甲上帝讨。第一，求圣神帮助我，无互金钱欺骗。第一，主啊，我知影。真正有价值的代志比钱更加重要。主，求你帮助我，无互金钱欺骗。今仔真侪人是做钱奴才，你著要做钱的主人，毋通做钱的奴才。犹太人安尼讲，你爱互钱，你爱用钱，会晓你用钱的人才是钱的主人，毋是乌白开，毋是。求天父上帝赏赐你的囡仔。将来有理财的观念，有正确的理财的态度，会晓用钱，毋是用钱亲像咱那个牛的牛狗啦，对鼻孔光咧，拖咧行，牵去菜市仔卖。兄弟姊妹，第二个祈祷，求主赏赐我智慧，互我会当明白什么是长远的、长阔高深、永久的。永续经营，等我离开的时阵，这项事、这个事业，也要搁继续到我代代的子孙。我阿祖放一个产业，到阮这代，阮的阿祖留落来的工作，也要搁伫阮的家族中间得继续几代，到我第5代，到我落去囡仔第6代。兄弟姊妹，有什么是永远的？信用，信用是传家之宝。愿天父上帝，佮听咱第3个祈祷，主耶稣，互我明白，伫我一生中间无任何事比你更加重要。保罗讲，我看耶稣做我生命的至宝。兄弟姊妹，咱会当做耶稣基督学生，毋是咱咬咱选耶稣。王耶稣是我选你，请你坐大位，兄弟姊妹，毋是咱
选耶稣，是耶稣选咱。耶稣将这种福音的人生邀请咱。伊讲一个故事，讲伊办青草，伊请人来领受，但是真侪人听无，拢家拒绝。啊，我无用，我无用，我无用。兄弟姊妹，愿咱主耶稣，伊甲咱陪伴生命的宴席，咱真做有福气的人，咱真做有福气的人，因为咱到目睭要开时阵，咱甲上帝讲：家在，我有相信你。求主赏赐咱真正智慧，甲永活的活命，咱同心来祈祷。活命的主，阮感谢你，阮敬拜你，阮何等的福气，会当伫阮一生的日子中间，受出你的拣选。互你会疼，互你疼惜，请阮做你的宝贝，请阮做你的囝子。主伫今仔日的礼拜中间，阮反省阮的生活，阮为着阮的平凡感谢你。阮无要看轻阮是一个平凡的人。主，阮要伸出双手，甲你讨上帝国的政治，就是真理，就是活命。主，求你将真理甲活命赏赐互你的囝子。互我有机会将真理甲活命放伫我的囝儿孙，因的心思意念，祝福阮的囝儿孙到代代，因为敬畏耶和华，因的一生就得到对天而来的福分。至圣的主，听我祈祷，赏赐我智慧，互我辨明全世间人生毋是钱上重要。主，求你帮助我。互我亲近你，用主耶稣做我唯一的主，是我生命中最宝贝。我的老师，我的朋友，我的上帝，专伫你的面前同心祈祷。我靠耶稣你的圣尊名求，阿门。咱来吟圣诗，准备来守圣餐，来甲主耶稣同齐祷。咱来吟圣诗217首。耶
稣提行就下背后主动，我想不提人拍半，因提起车来笑脸我，热闹旁背当。下面最红，因为你家的人来讲，我就是你身上，愿你亚索的香味感，愿你本心白白火蓝。咱地来吃享受来临，欢喜救主也咱的心。阿门。大家请坐。伫主耶稣基督的名，欢迎今仔上伫伊的教会的陪餐者，三甲来领主的圣餐。亲爱兄弟姊妹，请注意来听主耶稣对今仔归应伊的人所讲稳定的话。主讲，要喙打翕目伊的人福气，因为因要得到保障。愿主耶稣基督稳定甲你三甲伫地。所听兄弟姊妹，请注意听耶稣设立圣餐所讲的话，就是保罗所记载讲。因为我捌对主领受，也安尼传授互恁，就是主耶稣基督受病迄暝，又提饼祝谢讲，即个就是我的身躯，为着恁拍破的，恁就行安尼来纪念我。食了后，也安尼旁杯讲，即个杯就是新约，是我的血所设立的。逐摆恁啉即个杯，就是纪念我所设立的信仰。逐摆恁食即个饼，啉即个杯，是纪念我的死，直到我过来。亲爱兄弟姊妹，咱同心来祈祷。主耶稣，阮照你的教示设立这个圣餐来纪念你。你怎样伫十字架顶悬成就了救恩神圣伟大的工作？主耶稣，阮将你的饼放伫阮的手中。阮虽然未看得，但是主你伫阮还无选择的时，你已经为着阮完成这个伟大的救恩。阮伫你的面前。照你的教示设立这个圣餐的饼，主耶稣求你亲自来到阮中间，恁亲自搁一摆拍破你家己，将你的活命赏赐予众人。既然领受的人就得到你所赏赐天灵的真饼、活命的饼，就是主耶稣基督你所赏赐活命一切的亏难。主耶稣，阮也恳求你圣别者会摆伫你面前的葡萄汁，互伊真济。主你的杯是你所设立的信仰，是人甲你甲上帝和好的杯。我啉这个杯洗清阮的罪，我啉这个杯洗清阮的心思意念，我啉这个杯是互主你活命的功劳，伫阮的生命中搁一摆来流出主你稳定的活命。主求你听阮的祈祷，伫阮领受的时，求你进入每一个领受的人因的生命中，阮伫你面前的祈祷，我甲所你的圣尊名求。阿门。这个饼就是主耶稣基督的身躯，为着咱拍破的，咱要行安尼来纪念伊。主耶稣讲，这是我的身躯，为着恁拍破的，恁要行安尼来纪念我。这个饼代表主耶稣基督的身躯，为着咱拍破的，咱要行安尼来纪念伊。咱来请邱个长老，甲黄娟长老来旁边。
这是主耶稣基督的身躯，为着咱拍破的，咱要行安尼来纪念伊。这是主耶稣基督的身躯，为着咱拍破的，咱要行安尼来纪念伊。亲爱兄弟姊妹，咱用基督的心，安静准备来领受主耶稣基督的圣餐。这是主耶稣基督的身躯，为着咱拍破的，咱要行安尼来纪念伊。伫云端甲阮做伙守圣餐的兄弟姊妹，虽然你袂当领受这个实体的饼甲葡萄汁，但是邀请你伸出你的双手，你嘛当亲自对主耶稣来领受伊的恩典。主讲这是我的身躯，为着恁拍破的，恁就行安尼来纪念我。主，阮感谢你，主，阮感谢你。小小一块饼，代表主耶稣你完全的疼。小小的一块饼，代表要做的耶稣，为着世间人来到世间。小小一块饼。伫你的手中，养饲5000人，得着食饱。虽然说这是你的身躯，阮袂堪得，但是阮感谢你，主耶稣，阮感谢你。主耶稣，这是你的身躯，为着阮拍破的，阮要行安尼来纪念你。这是主耶稣基督的身躯，为着咱拍破的，咱要行安尼纪念伊。这是主耶稣基督的身躯，为着咱拍破的，咱要行安尼来纪念伊。主耶稣讲，这是我的身躯，为着恁拍破的，恁要行安尼来纪念我。咱同齐来领受。食了后，也旁杯讲，这个杯就是新约，是我的宝血所设立的，恁就行安尼来纪念我。那请英宏长老甲书记长老来旁杯。这个杯代表新约，是主耶稣基督血所设立的，你就行安尼来纪念我。这个杯代表新约，是主耶稣基督血所设立的。你就行安尼来纪念我。所听的兄弟姊妹，用祈祷、感恩来捧这个杯，愿咱手捧救恩的杯，来试看主恩典的滋味。咱用祈祷、用感谢。来捧这个杯，因为伊是新约，是主耶稣用宝血所设立的。咱们伫今仔这个礼拜，来邀请主耶稣进入你的生命中间，咱们领受主耶稣基督宝血的帮衬，亲像搬过这个无干饼、羊羔的宝血。互人的生命，通得到热早，得到养饲，得到快乐。主耶稣，阮感谢你，
主耶稣，我感谢你。主耶稣，我感谢你。虽然我未看到，虽然我未看到，但主耶稣，我领受你所授赐我圣餐的杯，我伫你的面前感谢你。主耶稣，我感谢你。主耶稣，我感谢你。这个杯代表信仰，是主耶稣基督血所设立的，咱要行安尼纪念伊。这个杯就是信仰，是主耶稣基督血所设立的，咱要行安尼来纪念伊。这个杯代表信仰，是主耶稣基督血所设立的，咱要行安尼来纪念伊。亲爱兄弟姊妹，敢有人无领受着圣餐的杯？这个杯代表信仰，是主耶稣血所设立的，咱同齐来领受。逐摆咱食这个饼、啉这个杯，是表明主的死，直到伊过来，咱同齐来祈祷。主耶稣，阮感谢你，阮实在是有福气的人。虽然我也毋捌什么是真正得罪你，但是你为着阮来到这个世间，你用真光带阮行光明的道路，你用你的手牵阮过幸福的人生。主耶稣，互阮望着你受定的手。主耶稣，当你牵阮的时，主阮望你手中钉仔所钉迄个上约，互阮知你疼阮到遮深。主耶稣，阮伫你的面前感谢你，至圣的上帝，你极大的疼，设立圣餐做阮灵魂的食物。也通过这圣礼典，互阮看见主耶稣的受定，互阮领受主耶稣所流出的宝血。主耶稣讲，爸也赦免因，因为因所做的，因毋知。主，互阮伫这个救赎的恩典中间，甲主你合一，也互阮伫主你的疼的中间，谦卑来领受，也伫你的面前勇敢决志讲，阮要做真实的基督徒。来荣耀你的圣名，愿你的圣神来扶持帮赞，互阮敬虔，互阮敬畏你，互阮持守家己的性命甲身躯，诚做清气的基督徒，通荣耀你的圣名，到永永远远。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门。昨天这咱来准备奉献，来回应主的听。
亲爱的姊妹，咱真欢喜今仔日有小庆长老的囝婿啊，查某囝甲两个孙仔来甲咱做礼拜吼，就是新佑甲佩仪甲彩婷甲婷宇吼，彩瑜，对不起哈，都真悬吼，咱真欢喜，咱欢迎因倒来吼。咱嘛真欢喜，今仔日咱有对恒恒黄耀雄伊对三杰吼，来甲咱做礼拜吼，咱用倒来即个字吼。阮更较欢喜是喜乐保院的咱的兄弟吼，因甲咱做伙伫教会做伙守圣餐，做礼拜吼。愿上帝听，互咱即个家庭永远有主的听，成做咱的特质，甲咱的亏待吼。咱来唱即条诗歌，互相祝福。愿主的听，甲你三甲地地。愿主的听，互咱的生命得到真无共款，真无共款。耶稣听你，耶稣听你，伫你心中最大的福分就是耶稣永远听你，求你教你。关心，带你进入革命国度，我家做听你，以为求你，所永远听你。咱做伙来祈祷。主，阮伫你的面前，恳求天父上帝施恩赐福，互阮伫今仔日的礼拜，你会听进入阮的生命中。阮特别纪念离开阮的黄宏仁，主，阮毋甘伊的过往，阮嘛甘心着伊的姐姐甲伊的妹妹对伊的兄弟姊妹情，亲情会相听，陪伴伊行过一段真长的疫情过后，搁再受伤的照顾。主，你互伊煞了世间的工作，你带伊的灵魂倒转到天堂的祖家。主，愿求你纪念明仔载的个别色，也求天父上帝你的主爱，甲伊的姐姐、姐夫、妹妹嘛会使，甲因的家族三甲地地。求天父上帝，互阮有一份永远的愿望，就是阮相信，阮的灵魂要得到上帝你的怀抱，要到伫天顶的祖家。主，你带红人倒去到伫天堂，甲伊的爸爸、甲伊的妈妈、甲伊的哥哥，伫个所在通团圆。主，用你的主爱，就是永远袂过长的听来接纳伊。主，阮嘛为着练勋兄弟，伊出加护病房，会当到伫呼吸照护病房来听候康复。我们恳求天父上帝医治所有阮教会兄弟姊妹伫病痛中间无法度照顾家己的学者，也来听候恢复健康的每一个病痛中间的兄弟姊妹。主，你照顾因的肉体，互因灵魂体拢健康。主，我嘛求你照顾阮教会四大人，阮的长辈，每一个阮教会四大人长辈，求主你互因伫每一日。拢充满自由自在、健康甲平安，求天父上帝怜悯帮助，也照顾阮的四大人，互因有享受上帝你所赏赐因一种的上帝你的听，来满足伫因生活中间的每一天。主，我嘛求天父上帝利用你的主爱，运行伫阮的家庭，互每一个阮的兄弟姊妹的家庭，是互主你的听所扶持，互主你的听所起造。主嘛，互即间教会。有一个真水的记号，就是彼此相听。主，阮伫你面前唱这条诗歌的时，阮献上阮的感谢，祈祷我耶稣的圣名，阿门。明仔会知咱有一个个别式，要伫彰化殡仪馆，真早，咱7点半就要对教会出发，
咱会当参加的人甲牧师报名吼，咱7点半要对教会出发，8点要伫遐做告别式吼。咱来请师傅来报告。咱生日的祈祷吼，咱请即礼拜生日的人来头前吼，咱来请生日的人来头前。乐英红，伊伫生日的时来到这里的圣殿，伫你的宝座前向你恳求，主你用你的油，就是代表恩典，代表活命，来抹伫伊的头壳顶。主你互伊有活命的刚好，对伊的生命中间永远长留，会当庆祝活命的水泉，互伊的生命是一个活泼，佮充满上帝你的能力的生命。主你拣选伊做你的工人，求你赏赐属天的圣神的权柄甲气力，互伊领受上帝你的圣神，特别上帝你大大施恩，互伊手所做的工通荣耀上帝你的圣名。专为着所有生日的，包括嘉文、包括慧文、包括玉芬、包括简虫、包括刘玉成，主求你施恩祝福伫遮生日的兄弟姊妹，互因伫主你的面前领受圣神的智慧，通做生命好的管家，通伫每一日中间用智慧的心甲主你同行。主求你赏赐因伫国内365日，每一天拢用敬虔的心甲主你同行救恩的道路。主你赏赐因的杯，互因试看恩典的滋味，赏赐因捧起这个活命的杯。会当伫逐所在甲人同得福音的好处，主啊，祝福因的人生是一个充满奇妙也充满恩典的人生，互因所做，互因所行，互因所想，互因所讨，互因的生命显出上帝你的芳味，互周围的人知主你的荣耀，甲主你的芳气。愿主你的圣神甲因三角地底，对日出到日落，对年头到年底，愿咱恳求祈祷我家所圣名。阿门。生日快乐！咱来请师父来报告。我来介绍一个人，我也毋捌正式甲这个尤嘉欣哈，也无甲正式介绍哈，这是应该是我未来的竞赛啦哈，所以互咱大家正式介绍哈。咱真欢喜，伊来甲咱做礼拜吼。好，咱来请师父报告。是我来报告。顶周的聚会咱家己看，本周的聚会主日礼拜9点半至教堂，祈祷会伫拜3的8点至教堂，早经班拜六9点甲下晡的7点半拢伫线上。圣工的服侍，下礼拜咱师的请纯美少执事，领诗青少启，司琴请顺千义姊妹，书言甲招待尤啊甲林安女执事，爱餐厅郭依玲执事。圣感国的读经表咱才安尼灵修。集体交通，伫本主日强守圣餐，请以感恩的心来领受。主日爱餐后调开中昼会。第二爱餐后，大家整理教会环境，大扫除，除旧布新，请大家做伙来服侍。第三，一个兄弟咱黄凤的告别式，选伫明仔载早起8点半伫中华殡仪馆，请大家会当参加的，会当出席陪伴的，7点半伫教会出发，请报名。第四，2月17日早起9点半的青社礼拜，欢迎大家共入圣殿敬拜祈祷，迎春迎福。礼拜后有新春的爱餐的分享，愿意共享爱的呢，欢喜一家一菜。
远的朋兄姐，请毋免客气，欢迎共享主的恩典。对，2月12日中华中华春季议会，请代祷。第来请为生日的来代祷，风言报号若有毋对，请贵业人员来更正。代祷上第1为心心欠安的兄弟来代祷。第2为教会青少年的心灵课业甲升学的考试祈祷。第3为适婚青年的婚姻来祈祷。第4为出国在外的青年来代祷。4来吟上行的圣诗510首。上行的圣诗510首，阿乐上帝至权至尊，请起立吟全首，吟诗山，请全牧师接祷。阿乐上帝至权至尊，做法的主万福万福。愿主耶稣基督恩惠，伊要上帝主爱，圣神的感动，相通扶持，甲恁三甲伫地，对即时到永远无尽。阿门。大家请坐，入到闭会。